30-40歲行得走得，間唔中膝頭哥咔咔聲，你以為冇乜嘢？但係去到50歲，你先發現膝頭哥痛，到時你要逆轉就會難好多噶啦喎。喺個學生群組裏邊咧，大部分出現膝關節痛嘅學生咧，主要為女士，介乎45至50歲或以上。以下我歸納咗3種人士比較容易患上膝關節痛嘅。第一，體重過重，成日壓住膝頭哥，令到軟骨退化受損。第二就係體型瘦削，缺乏下肢肌肉，承受自身嘅體重。第三就係過度使用關節嘅人士，例如行山愛好者同埋運動員。如果你中咗其中一項，你就要多加留意啦。其實講到尾咧，都係要控制身形，鍛煉下肢肌肉，防止軟骨受壓。如果經濟狀況許可咧，可以考慮進食保護關節嘅 supplement， 例如 UC2、葡萄糖胺、軟骨素等等。因為過往嘅研究咧已經證實咗單一成分嘅補充品係未能全面舒緩膝關節痛嘅狀況，所以我建議揀選咧綜合多方面配方嘅產品咧比較有效嘅。當中必須含有 UC2 成分，因為研究已經證實咗咧 UC2 相比起葡萄糖胺同埋軟骨素咧嗰個成效係超出2倍有多嘅。但當然價錢係會比葡萄糖胺同埋軟骨素高少少啦。簡單嚟講，1分錢1分貨。如果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有膝關節痛嘅狀況咧，快啲轉發俾佢哋啦，並且提醒佢哋咧盡早控制體重，同埋適當咁樣鍛鍊肌肉。如果我嘅資訊係幫到你，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